日咱先趕緊來關心，國內有8批烤地油驗出苯便比超標，攏是為嘉義員村製油廠來的。目前業者已經停業配合調查，而且嘛宣布為去年12月份到今年7月份的產品，無論敢是有開過，攏會使退貨。專家講，烤地油佇咧蒸餾的過程當中，溫度是無甲100度，敢是烘打的過程產生苯便比，還閣愛釐清。國內即馬有幾多款烤地油驗出苯便比超標，攏是嘉義的員村製油廠製造。衛生部長趙壯良講，來源有可能是中國的烤地紙。員村製油廠發聲明，講因其中一款台灣烤地油的原料烤地紙是甲在地農民買，而且有進貨單。另外3款烤地油的原料是為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，因會配合主管機關調查。專家講，員村大工是用間接加熱的方式，溫度控制在95度以下製程，無啥可能產生苯便比。就要查原料是唔是有烘過。直火烘乾，就是說直接燃燒產生的那個熱氣，直接噴到這個油脂身上，這個是目前學界跟實務界發現最容易造成苯便比的主要原因。檢調查出大唐佇咧5月就通報中聯油品苯便比超過標準，大家就想講大唐的產品是不是也有受到影響？大唐發聲明講，有問題的原料無炸斷去，因也唔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的通報義務人，甲南橋這掛廠商的情形無同。大唐今年已經檢驗32件原料加大豆沙拉油產品攏合格。那麼這個是脫焦原油的檢驗結果，並不是最終的這個食用油品的這個標準，所以呢，依法呢並沒有要求強制通報。涉案的中聯廠長陳明榮昨夜和大量電器改裁定收下禁見，這也立委批評中聯油脂參加食藥署7月初四的專家會議代表就包括陳明榮，質疑伊參加這場會議是不是有內情？油廠的廠長也都參加食安匯報。所以這裡面到底出現什麼問題？到底誰在幫中聯做門神？相關說法將業者列席說明混為參與專家決策，與事實不符。外界所稱政府護航業者或存在所謂門神情事，絕非事實。食藥署已主動將當日會議記錄、相關影音及文件資料全數函送檢調機關。食藥署講，中聯公司的人佇咧7月初四列席的時陣，也無予司法機關羈押，而且中聯公司代表只敢負責說明案情，並無參加專家討論甲任何行政決策。記者綜合報道。